一般拢是讲关会、关器官，啊，讲嘛会当关这个声音哦。像科学家霍金安尼得到渐冻症的人，伫台湾大约有1000个。到尾期，因会慢慢失去着讲话能力。啊，即马有机会，因会当甲家己的声音留落来咯。但是需要社会大众来帮忙，就是甲咱的声音关出来，将做大数据的一个部分，安尼就会当来填补着朋友失去的音源。伊是渐冻人陈大模，讲话真正咱。最近严重到无法度讲话，因某想要保留伊讲话权利，甲科技部合作，掠伊较早的声音来做，希望讲好陈大模会使用家己的声音去讲话。从他能够像以前健康的时候一样，或者刚发病初期还可以自由表达的时候一样，我相信他每天都会跟我说：“谢谢你，我爱你，抱抱。”这就是他能够给我的，但他做不到，他能用声音传递给我的。已经过身的科学家霍金，就是用类似的装置，佫会使演讲。可能嘛希望讲会使互渐冻人的语音尽量接近病人真实的声，嘛需要大家来关声音。是缺制作软体，就是缺美感。希望站念出指定的字，只要伫厝内使关声音变成资料库的大数据的一部分，病人的声音若有缺失，就使为关键的声音内面找出类似音质来合成。台湾角逛大陆啊！希望大家一起努力。虽然现阶段陈大模的声甲原音依然有落差，不过这嘛变成朋友的一个希望。当然要一段路要行，不过你若关声音，就会变成迈向成功的一小步。